喺熱辣辣嘅夏天，唔想屋企嘅小朋友淨喺房間嘆冷氣、打遊戲，想帶佢去消暑度假，咁都喺香港旅遊地睇過嚟咯喎！呢個廣東旅遊親子純玩2天團啱晒你啊！行程中我哋會特別安排卡魯冰雪世界，暢玩3個鐘嘅滑雪體驗啊！出邊30幾度，熱到暈啊！喺入邊玩下雪真係頂級享受啦！滑雪既係刺激又可以欣賞嘅運動，可以帶住小朋友一齊體驗樂趣嘅同時，又可以增進感情啊！喺夏天玩雪嘅晚餐，小朋友一定開心到彈起啊！最重要係我哋門票全包，連玩雪嘅裝備都重本包埋添，真係貼心又安心啊！咁滑完雪肯定肚餓啦，我哋晚上仲會包埋特色餐，粵醉西流民族晚宴，仲會有歌手唱歌、苗族舞蹈、川劇電影，一邊食飯一邊睇表演，小朋友真係正到哇哇聲啊！大人又開心。咁住方面呢，我哋會全程入住東莞海德國際酒店，喺呢度玩到攰攰地，同小朋友一齊進入甜甜嘅夢鄉。行程當中仲會嚟到華僑金亨小鎮、粵飛魚，帶小朋友領略下嶺南嘅風情，仲可以體驗下嶺南嘅小食、鹹城客家菜、功夫廚神私房菜，都係一餐一特色。旅行真正嘅意義就係帶住屋企人、小朋友，將小朋友珍貴嘅童年回憶同屋企人一齊嘅快樂拼湊成一段完整嘅美好時光。咁更筍嘅路線，團費只需要399蚊起，12周歲小童只需要369蚊起，純玩唔購物，絕冇自費景點。咁想報名嘅朋友仔，請留言卡魯冰雪世界，攞埋詳細嘅行程，或者打嚟廣東旅遊熱線，去到香港廣東旅遊各大門市報名嘅喎。我係廣東旅遊欣欣，請點讚、追蹤、加關注，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